大家好啊！今次我就會用呢條片去記錄我哋嘅2日1夜廣州之旅，充滿咗歷史文化同埋現代嘅驚喜啊！跟住我嘅鏡頭一齊睇下啦。喂，呢度係深圳灣口岸啊！你哋去邊啊？我哋去邊啊？去廣州。咁第一站呢，我哋就到咗一個歷史悠久嘅南園酒家啦。佢唔單止係一間餐廳酒樓，更加咧係一座活着嘅嶺南園林啊！走入去入邊呢，你就會發現我哋嘅用餐區呢側邊就係有山有水，亦都有瀑布，每一步都係風景添啊！我哋食嘅嘢呢都十分之豐富啦，味道都好地道，可以喺度食飯呢，就感受到廣州人將生活美學融入日常嘅態度。即使咧係一餐晏晝或者係早茶，都可以喺充滿詩意嘅環境入邊慢慢享受。好唔好食啊？非常好味啊！係啦，咁仲有一個嘅喎，好唔好食啊？係啦，好啦，睇下佢啱啱講啦，好唔好食啊？好食啊！好啦，我哋咧呢一站嘅呢一個組員咧，佢就要留喺呢度啦。咁我哋之後咧，我哋等陣再分享我哋下一站究竟去邊，就係咁。多謝大家。沙面啊，呢度，呢個係我塊面。咁跟住落嚟呢，我哋就去咗沙面啦。呢度呢，其實係遍佈住充滿歐陸風格嘅一個歷史建築，漫步喺入邊呢，就好似時光倒流咁啊。而特別當中更加有意思嘅係，呢啲老建築嘅外觀呢，係被完整咁樣保留落嚟，入邊呢，就進駐咗好多現代嘅咖啡同埋商店，呢一種新舊融合嘅方式咧，令到呢個歷史街區重新煥發出生機啊！而我哋嘅同行朋友即係 Mona 啦，佢係好中意咖啡嘅。我哋亦都發現廣州，甚至話係成個大灣區精品咖啡嘅氛圍越來越濃厚啊！我哋隨意咁嘗試咗2間街角嘅咖啡店啦，品質其實都相當之唔錯，而咖啡熱潮亦都反映咗呢度生活方式嘅快速變化。你望下，有幾多流浪貓，我相信大家有一齊去嘅同學都會見到啊！咁跟住下一站呢，就嚟到近年好受矚目嘅永慶坊啦。呢度呢，其實原本係西關嘅老街區嚟嘅，經過咗政府嘅改造之後啦，既保留咗嶺南傳統建築嘅格局同埋風貌，亦都注入咗好多文創小店、特色餐廳同埋文藝空間。喺入邊漫步呢，就會可以留意到佢嘅新舊交融得好自然，而且係充滿活力嘅。當中亦都有一啲咖啡啦、設計工作室啦，同埋小店，可以見到入邊係有首飾啦、文具或者係一啲擺設等等，亦都係充滿一啲歷史文化氣息嘅。咁喺呢個街區入邊，令我哋特別印象深刻嘅係呢個百和會館啦。其實佢係粵劇界當中具有歷史價值嘅場所。你可以見到，即使喺普通嘅街區入邊呢，只要有歷史嘅建築物呢，政府都會喺出邊立一塊牌去講述佢嘅背後意義同埋歷史價值嘅。咁我哋特別留意到一個位呢，就係佢嘅建築物外牆上面係清楚標示咗文物安全直接負責人嘅名同埋聯絡方式，可以見到呢，佢哋對於保護責任公開化、具體化嘅一個做法，展現咗當中嘅尊重同埋嚴謹嘅態度嘅。跟住呢，就到咗當晚嘅重頭戲啦，即係我哋期待咗好耐嘅夜遊珠江。我哋喺夜晚到達咗碼頭啦，登上咗觀光船，而喺船開動咗之後呢，就隨住珠江緩緩咁樣航行，可以見到一啲沿江路嘅歷史建築啦，亦都有珠江新城嘅高樓群等等。我哋經過咗幾條橋啊，而可以見到每一條橋嘅燈光設計都唔太一樣嘅。當中最顯眼嘅呢，一定係廣州塔啦。佢會隨住時間呢不斷轉換七彩顏色嘅燈光。咁大橋亦都有一啲燈膽有刺激到嘅燈光。真係過境嘅時間，我哋喺今次大概1個鐘嘅旅程可以見到。茶道128米。點啊？大家印象係？係真係好似對比起香港大好多，其實係幾靚，同埋我見到佢哋有特別歡迎我哋。
哇！咁快就到咗第二日啦，可以見到呢，我哋都一致認為參觀嘅廣州市天河外國語學校嘅校園空間係非常之大嘅，對比翻香港。而最令我哋欣賞嘅呢，係學校有一個專門嘅場地去展示汽車嘅結構，令到學生可以直觀咁樣學習機械原理，甚至係動手製作模型。呢一種重做中學嘅方式呢，令我哋見到佢哋係十分重視實踐同埋創新嘅教學環境，而當中呢，亦都係可以激發到學生嘅興趣嘅。你可以見到佢哋嘅校舍，甚至有一啲祠堂喺入邊，好大嘅。咁喺參觀完學校之後啦，我哋就去咗食飯。食完飯之後呢，就嚟到第二站啦，即係廣東省博物館。喂，而家我哋喺廣東省博物館。耶！咁嚟到最後一站呢，我哋喺呢個博物館入邊呢，都可以見到佢內部嘅空間呢係非常之開闊嘅，而展覽嘅內容亦都好多樣嘅。咁喺我哋參觀咗嘅展覽入邊啦，我哋會見到古代去到近代人們日常生活當中使用到嘅各種器具、家私同埋工具等等，可以好直觀咁樣呢去想像出當時佢哋嘅生活場景。館入邊展出嘅展品呢，由簡樸去到精美嘅都有，可以睇到呢佢哋唔同時代嘅審美啦，同埋工藝上嘅變化。另外呢，博物館亦都用咗好多精緻嘅模型去展示嶺南地區嘅代表性建築，由古老嘅祠堂啦，去到西關大屋等等，令人可以一目了然咁望到。咁其實成個行嘅過程入邊呢，我哋都感覺到咧，呢度呢其實就好似一個立體嘅歷史文化百科全書。聽住道長去講啦，唔需要太多文字，淨係望到實物同埋模型呢，都可以感受到呢一片土地嘅深厚文化。咁2日1夜嘅廣州之旅呢，話咁快就結束啦。我哋見到呢一座城市喺快速發展嘅同時呢，亦都對於文化傳承同埋建築保育做得非常之用心。今次嘅經驗好豐富啊，獲益良多。就係咁啦，拜拜。